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8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今仔日呢，就是全国性公民投票的日子。投票的时间呢，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第17案到第20案有投票资格的人，计共有1982万5468人，提供观众朋友4项议题的公投主文，包括中启核四、反来猪、公投北大选，抑阁有保护海草大。第17案，你是毋是同意核四开放商转发电？第18案，你是毋是同意政府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乙型受体素猪的猪肉、肉内抑有相关产制品？第19案，你是毋是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了半年内，若这段期间内有拄到全国性选举时阵，在符合公民投票法规定的情形下，公民投票应该甲这项选举共一天举行？第20案，你是毋是同意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迁离桃园大潭海草大海化加海域，也就是北平自观音溪出海口一直到南平新湖溪出海口的海化，抑阁有上述海化上加的海路线向外平行延伸5公里的海域。上新的消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伫咧拄则8点30分左右，伫咧新北市三重埔的五华国小完成投票。伊伫咧接受访问的时阵，也呼吁民众得爱出门去投票。今天是台湾民主的展现，也是民意的展现。因为公投并不是某一个个人，不是某一个政党会赢，而是让大家展现出民意。那这4大公投都是民生议题，我们也希望大家踊跃出来投票，展现出台湾民主的风范，让我们民意能够充分的展现。因那这届呢，头一摆当公投的民众有67万6000多人，为着确保投票会当顺利，中选会也提出5点呼吁，提醒民众投票的时阵爱会记得查身份证、印仔。投票的通知单也有催暗，而且投开票所30公尺以内，拢袂当宣传。以多样来表现2018年公投的结果，中选会讲，这摆的公投结果出来，会增加视觉化的表现方式来互民众参考。12月18就要公投甲选拔法的规定无同，公投投票日迄天，要是会使伫投票所30公尺以外进行宣传，要是民调的宣布。中选会嘛特别说明距离的规范。投开票所4周30公尺的界定，是以个别投开票所的门口作为基点来计算。实务上，如果可以拉出这个30公尺的线条，我们会画线；那能够画记画点，我们也会画记画点。这摆4个案分别是中启核四、反来猪进口、公投北大选甲珍爱海草大。伫今年8月1日进前满18岁民众就有投票权，计共有1982万5468人，其中第一摆投公投的人有67万6332人。期待投票过程顺利，中选会提出5点呼吁，包括应该充分了解4个公投案的内容，爱查身份证、印仔甲投票通知单，嘛遵守防疫规定，避免穿公投相关的衫甲查相关物品，30公尺以内嘛袂使有干扰的行为，袂使甲公投票查离开，嘛袂使破坏公投票。各直辖市、县市一共设置了368个选务作业中心，我们开设的投开票所达到17479个投开票所。中选会表示，若是民众体温超过37.5度，就会做实验者甲挂手套，卖经由无共的动线引导到专用的宽选区，离开投票所了后，手套就会回收进行销毁。嘛提醒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民众是袂使出门投票。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因那昨呢，国民党甲民进党呢，拢有办选情的暗会。国民党是伫咧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来举办，民进党呢是伫咧计500公尺远的凯达格兰大道来办造势暗会，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参行政院长苏贞昌拢轮流宣传，继续催票。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118公投政绩案，民进党伫咧台北甲高雄2个所在办大型公投选情暗会，继续催票。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南北赶场，希望民众投4个无同意。
恳求咱各位父老乡亲时代，咱明仔载无论气候如何，无论咱国较无闲，咱一定爱出一个骹手，甲枪比起来，来甲这四粒石头搬开，好不好啊？赖清德尾暗伫咧台北宣讲早期赶去高雄。台北场所落来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伊希望投票前爱想好效果甲代价。上尾上台是总统蔡英文，现场的气氛规个拢热起来。蔡英文表示，要互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决心，用选票守护台湾，也互台湾行向世界。身为总统，我想请求台湾人民理解国家的处境，以及我们生存发展的必要，支持政府的立场。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决心，也更愿意来帮助台湾克服中国的政治干扰，我们走向世界，好不好？民进党选情之夜最后拼场，全党总动员，凝聚团结的气氛，抓现场的支持者大声喊死的无动机。严古原本要来参加台北选情之夜演讲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因为防疫旅馆传出感染案例，临时取消行程，留伫咧桃园指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民党呢，昨暝是伫咧自由广场办民主守夜的暗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拢上台宣传演讲。今日新北市议长周金红也有到位，伊讲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咧参与开讲的时阵，有讲四大公投，伊全部支持。不过新北市随后就发声明表示讲，市长一向拢保持行政中立。四个都同意，台湾最有利。国民党17案伫自由广场办民主守夜活动，前总统马英九、党籍县市长立委甲议员拢到场宣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公投毋是为着个人政党或者是啥人要当选，无个人甲政党之私，是要用全民的力量对抗阿爸的政府。一个政府面对全民，面对所有的政党打叉叉。蔡英文总统，你说国民党是来乱的，那请问蔡英文总统，同样绿营的时代力量，3个都同意，也是来乱的吗？中共党处长赵少康也拜托大家，不管天气好歹，一定要去投票，因为无去投就是支持民进党的政策。若是不管民进党执政，就互因淡薄教训。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进前伫咧 FB 发表千里文，算是对公投的态度，强调互人民做主。侯友宜并无参加暗会，是伫 FB 打文讲伊一定会去投票。新北市议长蒋君豪讲，四大公投侯友宜拢支持。咱国民党两项代志。咱的公投绑大选，甲咱的来自，伊决定拢支持核电安全，准市长嘛拢支持啊，所以伊拢有甲我讲，我今日嘛甲伊开讲真久，4大公投他全部都支持。对此，新北市发表声明告回应，侯友宜从来无对外讲过这种代志，市长一向是保持行政中立，伫 FB 已经讲甲真清楚，由人民做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劳保局公布，到今年10月底开始为止呢，新制劳体家己爱提拨的人有817900多人，占新制劳体全体提纳的人数11.29%，这个比率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咱的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昨伫咧世锦赛八强赛，甲印度的选手深度拼关键。戴资颖呢是连赢2局，顺利进入4强，已经确定会替咱台湾摕到头一地的世锦赛奖牌。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银行业者透露讲，因为全世界拢踢存晶片是足欠缺，用来做信用卡的晶片，即马传出库存干达剩3个月至6个月，真讲情况无改善，明年可能就发袂出实体的卡片咯。再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有15个境外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针对桃园甲台北分别有防疫旅馆集体烧化。上新的基因定序的结果已经出来，原本7个境外的旧案例，即马改列做是本土。但市长就强调讲，绝对会加强旅馆的管控，春节的检疫方案即马是未改变。
桃园某一个枫叶旅馆被人规定烧毁，最新的调查结果出来，疫情指挥中心经过病毒基因定序发现，除了住伫5楼按16872的病毒量上低无法度定序以外，其他确诊者拢是感染 Delta。而且这件规定烧毁感染源是按16768，为越南入境的本国籍40多岁男性，所以其他确诊者的6个人拢改做本土病例。乐事一般它都有在包裹过，不过有时候也不排除，就是说有一些在感染的物质有一些在泄露在旁边，然后摸到了以后那可能又摸到了门把，摸到了什么的地方，那透过这些物品又把病毒带到房间里面去。另外，台北市某一个枫叶旅馆感染事件也找到感染源，经过检验，为美国入境的按16870，加柬埔寨入境的按16859，两个人感染源拢是 Delta 病毒株。伫美国至少已经验出1600例，所以应该是按16870为何按16859，将按16859改列做本土病例。发病以及就是检测的这个时序来看的话，应该是由16870传染给16859这样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是在今天把16859改判为这个本土的个案。若是春节检疫方案7+7+7是不是会进行检讨？但是中共无必要。春节的问题是在防御旅宿是不是够干净，是会变成一个传染源。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去解决，而任意去延长在集中检疫的时间，那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放在一个比较不安全的地方，时间就变得更长，那染疫的可能性变高。但市长强调，会努力检视监控的做法，加强检测，让枫叶旅馆会当更加长期安全。累计目前国内疫苗第一期注射率是79.35%，第二期是65.19%，加强剂是0.2%。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桃园枫叶旅馆集体烧毁这案，市长郑文灿表示，已经有甲可勒的范围掠搁较宽，即嘛有请378人来做采检嘛。因为感染呢主要发生伫咧6楼，有专家就表示讲，空调的系统、送餐的接触，抑阁有粪扫的处理等等，这拢有可能是造成烧毁的原因。环保局消毒车来回无停的消毒，而且每一个表格拢袂当放过，因为桃园枫叶旅馆阁爆出群聚感染。桃市府已经扩大追查，目前科类采检达到378回，阁陆续完成采检。一旦基因定序有共款病毒，就会公布16月初3大过的旅客，拢需要以离开旅馆了后24天做有风险地处隔离。目前从录影带以及相关的记录，那基本上并没有违规的情况，但是防疫旅馆比较老旧，所以我们需要检查空调跟换气。到底这件群聚是安怎发生的？而且枫叶旅馆3个楼层有8个人着病，其中6个人是共一层楼。国内专家就认为，造成这个事件的传染路线可能有3种。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被感染的6个人互相有见面，那如果他们互相没有见面，那就看旅馆的人员跟他们是怎么接触的。如果录影带看起来也不能确定是这些旅馆的人员造成的，那你就要考虑空调了，因为这个病毒是可以经过空调传播的。不能排除，但我们认为低，但是因为这是不能排除，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排气系统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检视。郑文灿表示，针对桃园30几间枫叶旅馆，已经先就空调换气检查、换手套、加消毒频率提悬2部分先做。枫叶旅馆员工也将优先落地注第3期疫苗。北市中正区枫叶旅馆连续传出2例境外异地确诊，2例只住伫隔壁，也引起各界关注。防疫旅馆它还是一个空调，甚至是密闭的空间。除了请专家学者，也请空调的这些专业人员进场去做相关的这个会勘。蔡炳坤强调，目前枫叶旅馆是风险上大的所在，提餐的时间爱淡薄仔隔离，是为伊即摆经验所需要改进的所在。空调人员也已经到现场会勘，后续结果出来了后，会阁向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伫咧无资平台嘖顶头有一间叫做超橘白公司，讲要开发一个
刘光学的钢琴专案，要向民众来募款，希望会当募2500多万。即马却传出消费者投诉讲钱花啊，厂商却直直无交货。台北市法务局呢表示讲，伫11月39日已经接到21件的申诉。根据了解，受影响的有9000人，即马会要求无资平台爱退钱，也会对这项产品发出警告。造成赞助的恐慌与不安，以及募资平台困扰，在这边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影片中，深深一局将各项所有的赞助人会失礼，伊是伫接着募资平台发起Mitchell刘光学习钢琴的超甲百公司负责人蔡家玉，原先计划伫今年4月起陆续出货，结果一直拖几下摆发出延期公告。我并没有逃走，我还是在努力的解决问题，希望赞助人再给我一些时间。募资总额达到2543万外的刘光学习钢琴，强调会当互初学者伫数点钟内会当得到灯火，轻松完整的弹出一首流行歌曲。2019年3月积极收到提案了后，经过1年半的准备，伫去年9月启动集资，11月集资结束，12月集资就已经将目的的资金拨予蔡家玉，也毋过出货煞一直拖。蔡家玉讲，公司所存的资源无法度完成后续所有产品的制作。北市法务局为11月30日已经接到21笔消费申诉，佮通知积极甲蔡家玉到市府说明。经过了解，受影响的人数其实达到1400多人，公司也无能力退款。负责人是表示说，因为之前一些产品的研发量产，包括里面的料件以及后组装的过程有一些迟延，资金上面遇到困难，导致商品产出的集成迟延。那现在要退款的话，目前公司是没有钱可以退款。消保官呼吁受害民众除了会当透过募资平台请求退款之外，使用信用卡的人也会当向发卡银行申请争议缴款处理。若是汇款也会当向法院申请合法支付命令，也是起诉请求赔偿。法务局已经建议中央应该严定群众募资平台相关法规，佮纳入旅游保障机制，来确保募资交易的安全。这就也伫面册答应在2月2日之前无法度处理蔡家玉回复，也无出回旅游规划，将会公告协助赞助者权益的相关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今年8月份，伫咧日本小笠原群岛火山喷发，这喷发了后的浮石呢，即马是对海流来到台湾，影响咱渔民讨海。亲像是今年宜兰掠到的满仔量唔那少，希望好起来全浮石，满仔拢互伊地死。另外，基隆外木山的渔港，即马也传出有渔船啊，因为烟瘾，甲这浮石碰入去，全无法度出海。6天啊吧，要几礼拜啊？就拢无水利吧，哪有水利？基隆外木山渔港大阵渔船停靠，无法度出海掠鱼，因为海面上笼罩这火山浮石，船掠一个发动，严禁就会扫到海面上这浮石啊。目前已经有3只渔船受损，修理费卡袂着就上万，已经将近1礼拜无法度出海，生活受到影响。人来甲讲已经3只，所以我像今仔要发动，我唔敢发动啊。一只变扫着对啊，绝对爱上万的起嚟啦。啊，佮无出工损失，无水利嘛无法度，就靠到白卡安尼啊。17节起，立委蔡适应甲市议员邀请海洋委员会渔业署甲基隆市政府这相关单位前往当地去视察。基隆市政府是讲，最近请清洁人员清几率栋的浮石啊，佮调查各港口船只受损的情形，会计划专案申请补助。市政府已经雇工打捞近10吨的浮石上岸，但仍是有接获少数的渔船因为吸入浮石受损的情况，那也请渔会这边协助渔民将受损害的单据保留起来，希望能够争取中央的专案天然灾害补助。海洋委员会是持续监测火山浮石的情形，17最新发现，这海山浮石已经对着海流去台东南电海花清水公园、新北盐寮沙埔外，还有桃园大潭电厂南边的埔花、屏东五兰片西南方、宜兰大溪渔港等18位海域。今年宜兰总为掠满仔的时阵，当地渔民讲，规个渔网拢踏满火山浮石，满仔死了了。啊！你讲今年像安尼做满济，开始5万，甲打掠无3000块，会过1万。讲掠3000块，你免啊含这个5万呐。
宜兰当地居民是希望政府会当延长掠满载时间，不过宜兰县农业处是讲满载甲铺招无牵连，佮加上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目前未提出补偿办法，后续会持续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来看上新的消息，总统蔡英文呢也伫咧9点伫咧新北市永和的寿隆国小登票啊，伊强调讲4个议题拢对台湾的经济，抑阁有对外的经贸关系有重大影响，呼吁民众爱当4个无同意，互国家会当继续转型发展。希望就是说，在这些重大政策的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变数，让我们现在的政策的执行缓慢下来，或甚至于停止哦。所以在这一次的公投的4个议题哦，我要呼吁大家出来投票，那投下4张不同意的票，让我们现在的施政可以再继续顺利的进行，让台湾在很多的重要的国家的层面的议题哦，都可以进行改革。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啥款？咱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23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25度；东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伫咧金门、澎湖、马祖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也斗阵来见一下。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